實由7月8月開始咧，烏克蘭已經瘋狂攻擊㗎啦，攻擊咗2個月，而家咧已經將俄羅斯嘅汽油啊，即係嗰個叫做咧嗰啲叫做原油啊燃料嗰啲咧係打到謝晒，嚟緊可能會攻擊佢哋嘅熱電措施，即係發電嗰啲喎，因為咧發電先至大鑊啊！你冇咗汽油，冇咗柴油，冇咗嗰啲叫做咧石油啦嚇，冇石油就冇天然氣噶啦，因為天然氣係副產品嚟噶嘛。冇咗石油，冇咗天然氣之後咧，咁你好多地方供暖出現問題咯喎。如果連個電力系統都打擊埋咧，呢個俄國就撲街啦。你之前打烏克蘭打得咁撚開心啊嗱，你喺冬天打人哋嘅發電廠，令到人哋係咪冇得開暖爐啊嗱？我估今次咧烏克蘭可能咧會照板煮碗，攻擊佢嘅呢個叫發電設施，將佢嘅所有發電廠全部大部分啦，唔係全部啦，大部分消滅，等等你啲人捱下凍都好，係咪？最緊要攻擊莫斯科，將莫斯科嘅發電嘅工廠或者將佢嘅電力廠咧打冧咧，莫斯科就玩得完啦。零下20-30度，你點頂啊？冇暖氣。